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天气。今年第26号风台配报上紧下暗都会成型。虽然风台未直接扫来台湾，不过外围环流的水汽真高。今仔日甲明仔载会上大雨。虽然今仔日大陆冷气团嘛有小可减少，不过拜五会阁有一阵冷气团，天气应该会一直寒到年底。 台北市乌云真高，天气真无稳定，有当时还阁会向落雨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甲台湾南海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关系。上近拜一暗时会乘做今年第26号风台配报。风台虽然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，不过拜一拜二会替台湾带来大量的雨水。今天所影响的南方水汽的话，就是跟 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所带来的水汽有关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定量降水预报图，今天其实雨区是比较广。明天的话，在西半部这边的降雨是有逐渐在趋缓的一个趋势。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拜一开始大陆冷气团有慢慢减弱，圣诞节拜三迄天各地拢会回温，高温会恢复到24度至25度。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，拜五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预估一路会寒到12月底。 下一波冷空气是从26号开始影响，特别是27号之后又回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。那我们预估在北台湾的温度大约是11到12度，其他地方是13到15度左右。刷落来，台湾会进入湿湿、搁冷冷的天气形态。气象署拜一伫新竹、苗栗、马祖地区拢有7到10度以下的低温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日夜温差真大，爱随时留意时大的生火跟状况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